早晨，今日係2026年6月12日下午3點33分，天氣係攝氏28度，多雲。快啲起身啦！用 iPhone 原生嘅捷徑功能，我哋可以整自定鬧鐘。而家一齊跟住步驟操作啦。首先，我哋要喺現有嘅基礎鬧鐘上面做設定。打開 APP， 揾到捷徑功能，喺畫面下方入去自動化頁面，撳右上角嘅加號，建立新自動化，揀鬧鐘，將觸發時間設定為響鈴絲時，再揀已開啟嘅起床鬧鐘，下方選擇立即執行。設定完成之後，撳下一步。跟住就設定 iPhone 響鈴時要讀出嘅資訊，喺下方搜尋欄輸入天氣，揀系統彈出嘅取得目前位置嘅天氣。除咗片入面嘅示範，呢一步亦都可以加埋行程、通知等個人化內容。之後設定 iPhone 要讀出嘅文字，呢部分可以按照自己喜好調整。就以影片開頭示範嘅文字做例子，先輸入早晨，今日係，再喺文字裏面插入目前的日期、天氣概況。文字設定好之後，就要新增指令，令 iPhone 讀出內容。喺下方搜尋欄輸入朗讀，揀朗讀文字，最後撳右上角確認，自定鬧鐘就設定完成㗎喇。希望呢個實用小功能可以幫你展開充實嘅一日。更多關於 iPhone 嘅資訊，請向門店工作人員詢問。